们不希望它变成一个非常官僚的一个气息的建筑物，希望它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它也就像一个转角的咖啡厅一样，可以让市民可以来这里洽公是非常舒服的。整个的一个设计是朝绿建筑那个迎击的方向来进行我们屋顶除了太阳能板以外，我们也是3合1的隔热，因为我们南部的地震多，所以我们当时就没有采用面砖这样子的，会容易掉下来损坏伤害到居民的一个材料，反而是用耐候性的涂料，这具有隔热，也具有清洁制洁的效果。那另外整个的一个外观造型，包括整个转角这个区政大楼它是一个水与绿，它是一个波浪在进行的。到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公共艺术的一个灯光秀，它跟花园夜市刚好可以呼应，有5种不同的一个表情会出现。各个公所的行政大楼就是我们地方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也是我们所有的一般的市民他的一个洽公的一个重要据点，包括民政、户政这个新的行政大楼，还有包括托婴中心，这个完全是符合我们对未来的一个规划。那大家也知道，一旦发生地震、风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公所就兼具了一个指挥应变，还有避难安置，还有救灾救护的一个任务。所以区公所是我们地方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灾防指挥中心，以及救灾的一个堡垒。以最实质的行动盖一个新的区公所，其实未来的路会更长也更远，打造出一个安全然后具现代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可以提供的服务功能会更完善。那未来的服务呢？比以前更加的一个便利，停车变得方便。那还有所谓的一站式服务，你要申请户籍誊本、地籍誊本都可以一次到位。在2楼更设有我们的亲子阅读区，来让洽公的家长们跟孩子也有一个可以阅读的一个好地方。停车场上盖好。第2就是讲，咱有托婴中心。第3就是讲，民众要办的空间有够大。以前就是第1点要停车嘛无方便，即嘛搬来这，无论倒一项啦会使讲，人都非常的方便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接场。北区区政大楼总共要花3亿6千万，那其中中央补助9千万，地方要自筹2亿6千多万，所以说可以说，第一个花费不少，第二个大多数是地方的钱，第3个事实上对于北区新的处所这个地方有非常大的帮忙。因此呢，提供政府的服务品质跟效能，提供更多的活动的空间，满足户政、地政跟区政的一站式服务，可以让民众的洽公更方便，减少舟车劳顿。因此呢，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来北区新的区政大楼走走逛逛看看，来接受奉茶，那也能够来这边洽公，一定能够让市民朋友们更开心，感受到政府满满的服务诚意。你好，是讲嘅欢喜看4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台南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加小吃美食，所以市府观光旅局为了鼓励旅客来台南，唔是凊彩看看，而是会当体验深度旅游。所以甲在地旅馆业者合作，推出大房3好礼。包括带一暗送一暗，有连续带房，搁再升级，以及收集点数抽100万，相当好康。该活动对5月1号开始，希望吸引全国民众拢来台南佚佗。5、6月是传统旅游的淡季，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甲着旅宿的业者推出多项的平日限定的好康优惠。5、6月份有带一枚送一枚。连带还阁升级的活动，总共有30间的业者来响应。另外还阁有38间推出5月到10月，连续带3枚，第3枚免费订好康。台南市政府跟我们旅宿业者合作来加码，在5月1号开始，那5月、6月两个月，我们提出这个住1晚送1晚，然后到7月以后还有若干的
我们业者能够参加再加1晚，所以说可以说是花1晚的钱可以获得3晚的住宿，同时呢还可以参加抽奖，那抽到首奖的各1位，就是可以这个吃1年都不用钱，或者住1年都不用钱，吃到饱住到饱。所以呢，这些都是吸引各位好朋友来台南试试手气。其实也不用，如果没有这些加码的计划，其实台南还是非常好玩、非常好住的地方。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一定来。市长表示，台南的旅宿一直是国旅的第一品牌。敢若是去年来台南的海外旅客有59万人次，比以往增加了10万人。即届会提出3大好康的优惠，对住宿的折扣到消费的回馈，希望予旅客住愈济、省愈济。另外，还有抽奖的活动，只要5月到10月住台南合法的旅宿，并且登录发票，就会用参加总价值超过100万的抽奖活动。鼓励民众踊跃来参加。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嘉义高中第34届舞蹈班实施创作舞蹈，号名“舞教小教”5月1号劳动节将伫该校礼堂演出。这摆舞蹈结合3届舞蹈班的学生共同演出，对编舞的设计、演出甲宣传拢是学生一手包办。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提票入场欣赏。2026国立台南嘉义高中第34届舞蹈实施创作的舞蹈，5月1号将要伫个校内的礼堂来演出。这届有着34、35甲36届的舞蹈班学生共同来演出。演出的过程，对编舞的排练、到服装道具，甚至宣传行销、舞台灯光等，拢是由学生一手来包办。2月9号下午举行校内的总排练，展现学生3年来的成果。今年我们就是总共有12首作品，那这12首作品分别有中国舞，然后武功，然后有芭蕾，有各种的舞风。那期待就是以学校的以我们的立场，很期待孩子能够透过这样子专业的熏陶下，能够突破学校或者是教育给他们的框架，然后可以让他们从自己的生命啊，从自己的经验里面去体会不一样的感觉。期待他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学习，然后在未来能够理解说，成为一名职业舞者，甚至是进入大学端，他们可以理解舞台其实不是只有当舞者这件事这么容易，而是他要全面的了解之后，才会理解一个演出绝对是需要每一个角色都共同合作、团队合作，才可以达到可能像今天这样子的演出。那这一届34届，然后以及35届的孩子们在今年，我觉得是时间紧凑，然后可以在这样短时间内创造出12首，真的是都是不同风格的作品。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我觉得让老师会觉得很期待未来的孩子有更多的可能性。这届舞蹈号名“舞教小教”，主要以着台语的谐音，传递这群学生对着舞蹈的喜意，展现有够爱跳舞、有够爱表演的艺术，希望带予大家更加侪欢乐，同时嘛，予学弟妹来传承家己学习的机会。这届是以比较幽默且有趣的方式来呈现，很多舞码都是非常欢乐的。因为这次会这么欢乐，是因为两班的34届跟35届的学生们的特质都是属于比较幽默的，也是很快乐、很欢乐的特质，所以想用以胡搞秀搞的方式来带给大家更多的欢乐。去年的我的角色是担任灯音控的部分，就是小黑人。然后今年呢，就转换了一个角色，变成了编舞者还有舞者。然后在当编舞者跟舞者的过程中，有经历到不一样的挑战，就类似于编舞者就需要自己
去想动作啊，然后创作，还有灯光设计等等的。然后作为舞者，就是要听从同学们的建议啊，然后同学们的编创，然后之后跟着同学们的脚步，然后完成这个作品。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就是以前没有的经验。这届舞展总共有12首的原创作品，有现代、有民俗的舞蹈、芭蕾等无同的舞蹈风格，内容精彩丰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5月1号暗时7点到场来参加，同齐感受这场有教小教的魅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迎接今年台南文化100岁生日，台南有侪侪画家特别找出过去记录文化的创作，做伙伫延平老街福德爷庙来一场文化主题联展，对4月25开始，为期2个月，借出为文化庆生，嘛互画家充满真侪回忆，邀请民众共同来欣赏。台南文化对1926年正式通航，今年迎接100周年，除了市府看剧处展开一系列以水花光影、文化展演、民俗庆典加观光体验为主题纪念活动，为伫延平老街福德爷庙，毛侪侪画家一下过去以文化为主题创作，来进行为期2个月联展，邀请大家共同来欣赏为文化100年庆生。文和100冬，啊，伫4月25就是伊的生日，啊无咱是毋是来办一个文和的画展？因为普通时啊，阮一寡朋友画家，逐个人拢有咧画文和，写成文和，所以我就讲哦，安尼来办一个这画展，啊，所以伫短10日的时间，啊嘛足感谢那个武雄先生呢，伊提供这个福德爷这个服务处的2楼的空间。除了画家的创作，也有200历史悠久的列名作品，包括1960年代文和，以及延平国中伫1968年创立，当时来往南北两环奈何桥相当难得。这个有3张，我把那3张把它连起来，那就变成一个好像广角镜头的一个照片。那这个奈何桥主要就是用学生要去学校啊，桥来叫歹去，啊，就袂当上学，啊，就放假，无可奈何安尼吼。我有即个应和100年啊，拄啊做老师甲领导处因有即种艺术的物件相片、画嘛画展嘛啊，利用即个细所在，互因去个展览空间，啊，介绍咱台南延平迄个文化的迄个有准准的作品。画家以无同的媒材来记录文和，为文和庆生。热爱艺术的洪武雄为了描写延平的水，嘛充分利用庙内空间展示列名作品，让欢迎参观欣赏。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为伫延平老街内，已经200多栋的福德爷庙，伫2019年完工重建以后，红霞白墙加上新旧融合的风格，营造出台湾老厝的建筑相当特别。而且一手设计打造的管理人洪武雄，嘛因为热爱艺术，将主殿的双屏一边规划记录延平的列名作品，一边则是福德爷的文创用品展售，要甲民众结缘，嘛借此将圆满祝福炸转去。台湾第一个延平老街已经有400多栋历史，老街内风采土地公的福德爷庙，伫1802年清朝嘉庆年间就建立。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新庙，正是2014年将信道一举重建，2019年完工的现代建筑。该庙由管理人洪武雄设计打造，所营造新旧融合的台湾老厝风格，嘛，互伊真无共款。庙大家拢有嘛啊，咱是毋去较特别，较有一个现代感的迄个庙，互人感觉入来真清静啊，真安尼舒服感啊，有磁场的庙啊，所以去着伊摆庙来特别来去啊，因为这个庙，你若要较一个新鲜的感觉。你嘛爱有一个迄个旧的物件，所以这厝顶这厝顶就是古早遐，这古早遐就是讲
啊，你一个新的内底有一个古早遐，啊，较会有一点味，较有水。新较旧较当融合嘛。福地野庙除了建筑的水，更是要传达万物为缘，为美在心，强调人的水歹拢是心的关系，用心灵教育，希望创造和乐社会。加上主店的香槟边啊，一边用摄影作品，一边用福地野的文创品，包括香槟的光明灯等等，要甲民众互动结缘，大家当自由奉献，将圆满祝福砸转去。两边让你的皮村这个庙吼，咁嘅特色，就是讲参别间无人较有艺术感，吼。啊，所以我这边来用电人相片，啊，这边来做一寡文创的物件。或者文创来讲，互人安来看，咁这小块物件，啊有这价值，啊参福地啊结一下缘，吼，啊就买一下小块物件，啊让互动，啊感觉真有价值，诶，吼文创安起来里边看，哎，足清清，啊足美丽。哦，安尼大家有一个迄个心中有一个迄个好物件，即安尼大顿，迄个圆满的是件大顿。未来服务处当年以安平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展览，嘛欢迎亲临欣赏、感受安平的水。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北区立林国小透过历史资料的整理加影像的记录，回顾学校超过128档的发展历程，嘛出版翻阅保公学校的新册。伫新册发表会中，结合 AI 影像加老师的分享，互册中的内容更加生动活泼，包括学生对当中历史故乡了解历史。从日治时期的保公学校一路发展至今，立人国小创校已经有128年历史。这回透过史料、图像与故事，出版新书《翻阅保公学校》，不仅完整呈现校史脉络，也介绍校内特色团队，包括美术班、棒球队与弦乐团。那公学校是以前我们台湾人在地的台湾的一些乡亲民众在就读的一些学校。那保单名一个保啦立人国小的前身是在水仙宫那因为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之后才迁到我们现在西门路3段41号的立人国小这个县址。一走进校园，门口的建筑就是市定古迹忠孝楼，里面仍然保留日治时期象征神圣天皇的空间奉安室，还有教育敕语与天皇御笔文件，是台湾近代教育的珍贵现场。发表会也用多元的方式让历史活起来，结合 AI 影片，让内容更加生动。另外，更请到校友回母校分享。里面非常精简的把很多的重点都能列出来，也反映了整个立人国小在过去128年的发展的历程里面的一些轨迹。我现在是立人国小的教务主任，那我对立人有非常浓厚的情感，因为我的阿嬷、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儿子都是立人国小毕业的。那这一次很幸运的可以和校长共编这一本《翻阅保公学校》这本书。一家4代都是从立人国小毕业，以翻阅保公学校为桥梁，让历史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推动古迹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里程碑，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深化对家乡的认同。记者邱怀谈的报道。为了高雄轻轨边的台湾小吃店主打流鱼面羹加肉色饭，因为用料实在，加上现点现招，受到不少上班族的介意，所以一到用餐的时间，店内就有真侪外送的订单，嘛互头家一家伙一无用起来，手拢无停过。小小的厨房中，一家4口各司其职，从备料、烹煮到装盒，动作快速利落，一点也不慌乱。
似乎对于不间断的订单习以为常。热腾腾的米粉与金黄酥脆的炸鱿鱼块一份又一份的出锅，热闹的景象与另一边的台面相呼应，逐渐堆叠成小山一般高的餐点，正等着外送到饕客手中。我们做17年了，一开始是我父亲他先开的啦，然后我就大学毕业之后就回来帮忙，这样每天的状况都不太一样。对啊，有时候就都在忙外送啊。这边的用餐客人比较时段没有那么固定，对啊，有时候中午没有很忙，但是下午离峰时段很忙，对啊，就不太一定。外送占蛮多的，对啊，外送可能是因为地点的关系吧，对啊，然后一些公司行号外送也很方便啊。一碗红烧鱿鱼面羹端上桌，浓郁的汤羹带着微微勾芡的滑顺口感，刚炸好的鱿鱼块外酥内软 Q， 两相结合呈现出经典的台湾味。除此之外，还可以再搭配一碗肉燥饭。红棕色的肉燥卤的油亮，在白饭上均匀铺开，乳汁渗进米粒间，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享用。我们招牌就是鱿鱼、盐酥鱿鱼，然后还有红烧鱿鱼羹。那我们肉燥饭也非常好吃，然后豆腐我们是每天自己现炸的，不是买那种现成的那种卤豆腐，是我们自己炸的。然后比较特别就是蛋，我们是用鸭蛋，不是一般的鸡蛋，所以它的蛋黄很香。对啊，然后肉燥饭的话都是用那个温体猪的肉燥下去炒的。那鱿鱼也是都是那种特级的、最新鲜的下去做。开在轻轨站旁边的平价美食，凭借着周边公司行号的青睐与寻常饕客的推荐，逐渐累积出好口碑，将这份一家人都爱的美食带给更多民众。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想要到行路麦当累积回馈提好礼，由北部4县市共同办理的我的减碳存折，目前已经有超过48万3000多人参加，累积减碳量超过7万2000公斤以上。嘛，因为行路是上简单、上介有效的减碳方式，所以台北市长嘛宣布5月份开始将行路纳入减碳计算，而且只要累积达到指定的标准，就当订立回馈，得到超大的好礼。请启动。在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与新北市副市长刘荷兰共同启动下，我的减碳存折 2.0 正式上路。这项由基北北桃4市共同推出的绿色运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8万3000多人参与，累计减碳量达7万2000公斤以上，减碳绩效亮眼。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宣布新亮点，除了新增减碳达5公斤即可兑换好礼，5月起更将把步行也纳入减碳量计算，只要累计达到门槛，就可以登录回馈获得好礼。希望邀请市民一起用双脚落实减碳生活，为地球减压。今天我们正式宣布几个亮点：第一，5月1号开始将步行纳入在我们减碳的计算当中；第二，我们这一次让兑奖的门槛更有弹性，也就是过去我们大概是减碳20公斤才能够兑换相关的优惠，这一次我们更有弹性，增加5公斤的期距。所以我们很希望今天我的减碳存折 2.0 全面升级能够持续的推广，让所有的市民朋友每天从一出门步行到 U-Bike 或到捷运站都可以累积减碳量。所以希望这项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我们一起努力，让各个县市都可以达到阶段性的减碳目标。颁奖表扬基隆市114年总减碳量及人均减碳量前5名。基隆市长谢国良除了感谢各机关、学校与民间企业积极加入减碳行列外，也强调基隆市政府将持续推动环境永续与绿能转型，包括今年下半年将导入首批电动公车等做法，让基隆逐步迈向低碳、智慧、永续的城市。我们的第一批的电动公车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减碳工具，即将在今年的下半年接近第4季要投入营运。基隆市也预计在3年内全部汰换成电动
低底盘的公车来完成减碳的工作。另外，个人也很想要推荐大家，我们基隆市最近也开始了首辆的双层观光巴士，学习我们双北跟桃园更多丰富的经验。欢迎大家有空来看看、走走，多观光，吃吃基隆的美食小吃。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表示，桃园每天有数十万人来往双北通勤，鼓励使用绿运输相当的重要。像 T-Pass 就让桃园大众运输使用率提升超过60%。很多政策不见得要花大钱，就可以改变民众生活习惯。就像桃园市计划加入双北行列，推出垃圾费随袋征收，希望让城市进一步朝净零迈进，也替未来数十年的环境打下基础。很多重要的政策，它其实就是一个政策，不见得要砸大钱，但是它可以改变很多民众生活习惯，帮城市的10年、20年之后打下基础。我们的 T-Pass 其实跟垃圾费随袋征收一样，都是重要的政策，它可以让我们真实的习惯改变之后，真正达到非常可观的进步。新北市副市长刘荷兰也分享新北市推动减碳的相关成果。刘荷兰强调，很多政策应该由中央统一来做，虽然中央不做，不过基北北桃4市可以先开始。5月起，让民众不止走路有风，还可以减碳兑换日用品。我们4个城市一定会竭尽所能的，把所有的运输工具做到让大众很方便，就可以回到减碳存者。谢谢各位参与的，不管是企业界、政府机关、学校还是个人，各位不是在减碳存者，不是在赚钱，是在为一个永续的地球在做准备。所以这个我知道5月1号就推动了，以后不是走路有风，以后走路就有钱啊。台北市交通局方面进一步说明，除了原先每月达20公斤或5公斤减碳量可以兑奖外，5月起步行量将纳入减碳存折，并在6月起新增步数达标奖项。民众可以透过 ED Wallet 悠游付 App 登录活动，并查看减碳记录。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感谢收看4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木格，咱再会。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你听过指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指差确认，安全有保障。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心智，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